今晚老比赛以个人化加少子化为主题，伫总结顺要求市府便利预算加补助对象时爱加考虑，所以包括生育补助、幼儿津贴、幼儿园补助、加60岁以上老人福利等等，拢希望一档一档调升，至少甲其他5都有通比拼。会中进一步要求市府许可学生营养午餐，甲老人伫社区据点的共餐菜色、设备、送餐等等的系统，有法度整合。不是说我们浪费，而是怎么样去整合之后，让我们的开销更可以达到事半功倍。我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当然了，这个刚刚市长有讲这个经费来源不同，那怎么样去做一个有效整合？这个就可能要我们来动动脑筋。当然了，我们还是要按照法规来。钱用在什么地方，这我也了解。这不能勉强。可是我的建议是说，希望我们可以各部会来，就是各局处来讨论，讨论这些问题是不是有整合的方式，让我们资源共享，而且更可以节省资源。像看可不可以用怎么样的方式，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第一个设备经费除工，他们的一个来源，一个是教育部中央补助，是学生自己缴营养午餐费，另外是共餐，年长者是卫福部补助的，是然后他们那个年长者他们缴一个一餐的那个费，我们来想想看有没有办法，或适不适合，要不然就是几个社区的年长者他们也有一个系统，对，整合两个系统整合成一个，或是他们不同的，我们来思考一下。是。我想跟听众报告刚刚市长提到，其实我们社会局针对社区的老人都有社区关怀的这个据点的公餐那个系统也非常完备。对。那在我们学校的部分呢，如所提到的，我们现在是朝着中央厨房化。目前来讲，我们在今年度会再增加2个中央厨房，再加40个货件。所以我们的午餐供应要帮助那个小型学校减轻他们的负担。所以我们的备供餐的学校比例会达到62，现在目前是全国最多的。我想预售报告朝着中央厨房化，那我们又有营养师，然后整个的这个制备过程又可以发挥规模经济。小型学校3、4个自己煮，煮不了什么好的，他如果集中起来，他可以吃到同样缴纳的费用，但是他可以吃到更好的一个菜肴。所以刚刚您提到的那个部分，其实我们看是孩子因为我们透过营养师的调配，然后鼓励他们参加运动，我们单1.9年度1年就节省的厨余量达到大概15000多公斤。当然，除了老人、囡仔、人口结构的全国性问题，如何协助双薪家庭等少年世代承担负担，创造好的环境，互因留伫台南打拼，台湾嘛呼吁市府持续努力。台南新闻，郭文吉、刘品言采访报道。